面唔用洗面奶，有啲咩天然啲嘅潔膚好方法呢？有人就話用醋，到底得唔得呢？嗱，我哋先嚟睇下食用醋嘅成分啦。原來一般嘅食用醋咧會有3至5% 嘅醋酸，另外仲會有少量嘅酒石酸同埋檸檬酸㗎。到底咁酸嘅醋可唔可以加水用嚟洗面呢？醋喺中醫學嘅角度嚟講咧，可以有活血化瘀啦、軟堅散結，同時可以有開胃嘅作用嘅。但係如果外用嘅話咧，我哋主要係用佢嗰個殺菌嘅作用啦，同時可以軟化皮膚嘅作用。但係必須要留意翻啦，我哋如果真係要用醋喺皮膚上面咧，我哋必須要先試下自己有冇對醋敏感先可以用嘅。咁用醋嚟洗面有咩要留意呢？平時咧，如果真係要用白醋洗面嘅話咧，可以準備1個面盤嘅水啦，再加1個湯匙嘅白醋，咁樣咧亦都可以有個軟堅散結嘅作用啦，同時可以有殺菌消炎嘅功效嘅。咁比例咧，大家要記得啦，大概1比50嘅比例。平時咧大概1個星期1至2次咁就 OK 噶啦。咁大支醋真係有排用啦。